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我係 Ken。聽日搏殺場次呢，就揀咗頭場5,400米嘅亂局。眼睇藤黃區今次換咗潘頓騎，熱到4.0獨贏2.1位置，次熱就去到上次跑得好慢下嘅駿馬之星，唔知點解有暗飛去6.5獨贏。另外有兩隻嘅半熱有成8隻嘅半冷，另外3隻冷門。好啦，咁啊標題話你聽啦，有隻半冷門我覺得有機會突然間現真身。我上次其實都冇乜表現嘅，不過呢隻馬咧即係減分減到好多啦，所以我覺得今場有機會有殺着。我到底邊一隻一陣再同大家講。聽日好多多寶嘅，首先就係3D 先啦，單肉中有成800萬咁多。孖 T 嚟講亦都有嘅，孖 T 嚟講呢就係第一口啦，有30萬總獎金300萬，入尾場亦都係多啲啦，有400萬嘅總獎金，大家可以呢兩個可以買多少少。另外4重賽有啲特別場次呢，有啲多寶嘅，你喺第8場啦，呢一場嘅高班賽。有50萬嘅4重賽多寶，為上一隻馬嚟講又唔算話好難，咁就大家可以買多啲啦。好啦，咁一如既往啦，先同大家講呢個搏殺場次，後邊再同大家講到有咩騎師王、練馬師王值得買。有騎師王我呢一幾十倍分鐘即係50倍開外，咁我覺得又唔係話即係太差聽一啲馬。當然啦，要潘頓炒粉嘅都係難少少，不過我覺得如果你博大霧又好，或者買啲位置個關都好，即係都可以值得搏嘅。咁後邊再同大家講到底邊位騎師啦。講翻場先，亦都俾4隻貼士大家。咁2二一半熱同埋一隻嘅半冷門。第一隻熱門呢，其實都唔使講啦，一定要揀翻有嘅藤黃區。藤黃區呢，上一次又揾阿杜遠欣騎，咁俾翻片段大家睇。喺邊度呢？大家有印象就知道啦，呢個白紙衫一隻。當然啦，阿杜遠欣呢，即係都騎啲懶馬都有經驗，即係叫北方盤王又即係呢度嘅立好疆城，再推騎兩嘢，又一幾下重鞭，或者馬就醒神晒。當然前面有即係彈得再又冇計啦。但係叫阿杜遠欣如狼似虎咁省我出嚟，最後呢，即係可以過到排第2翻嚟。咁嗰場呢，其實我覺得即係杜遠欣嘅發揮呢，確實真係非常之唔錯。但係如果你話以應變能力或者經驗嚟講呢，當然揾翻潘頓大師傅一定好唔少噶啦。呢隻馬呢，其實都唔算話太差嘅，講真都近2仗啦，都係輸2個馬位左右。咁其實見到隻馬呢，係完全同上季唔同晒噶啦。好啦，今次潘頓就殺着，而且大家睇到個賠率呢，完全係唔同晒。間邊頂頭大熱4倍2.1位置。我覺得呢馬呢，喺5檔嚟講，聽日應該都係穩陣嘅，所以大家覺得可以試下買 win 啦，同埋做膽都冇問題嘅。好啦，咁就去到第2隻熱門啦，揀翻5號嘅駿馬之星。呢場呢，好明顯就係有暗飛嘅。咁上一次就跑到離寒離辣1650嗰場其實都冇乜表現俾大家睇。不過睇翻再對上3仗，其實個表現都還可以嘅。咁今次呢，就揀喺呢個1200同1650中間嘅1400，即係話俾你聽，可能之前我覺得過場或者過段。其實12號嗰場呢，其實佢即係都幾唔錯，輸少人3馬位嘅啫。咁駿馬之星一直都喺呢啲中間嘅位置。咁翻到嚟，當然啦，對於一啲比較勁嘅一啲嘅新力嬌或者做好自己呢啲，咁其實佢個走勢呢都係幾唔錯至少比上季有唔少嘅進步。我今次加程我可能就覺得呢隻馬呢衝程應該係可以去到1400，但係之前呢就1650呢就可能即係過場。今次最關鍵係竟然加緊6.5，好明顯落後呢又對呢隻馬呢即係今場幾有信心。而且上季其實都跑咗一次都幾近下嘅，跑同程蔡明少佢都去騎。喺19、10
翻嚟都可以追到4翻嚟。即係話俾你聽，佢其實可能喺留後衝一段可能會更加之好。咁當然而家啦，減到依家得個38分，而且落翻呢個5班嘅話，其實都係 OK 嘅。咁當然上一仗我覺得係抹一抹佢嘅，始終翻嚟真真正正嘅沙田咧，即係可能即係先打開世界。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下買 base 啦，諗翻做腳都係 OK 嘅。咁我第三隻咧就想試下，上次都跑得唔錯嘅全神貫珠。咁呢隻馬咧其實都係識贏，贏咗2次，但係一直都喺一啲嘅5班低分位，跟在喺啲即係叫做邊緣線嗰陣。咁今次就揾大師傅紀仁安啦。咁上次霍宏星其實都騎得都 OK 嘅，擺咗喺前面。咁翻到嚟都叫捱翻第3，咪輸俾呢個紅場嘅一個藤黃區。咁我今次揾大師傅紀仁安咧，其實我見到紀仁安即係可以都係騎高啲馬咧半班嘅，當然又唔算話極度頂尖，但係即係佢都係一個好犀利嘅大師傅。呢啲懶馬咧，我覺得都幾啱紀仁安去騎嘅。咁呢啲馬都係至少都有贏過啦嚇，雖然贏就贏1200，不過再前季咧係贏翻同程。如果聽日呢隻馬可以擺翻上前少少嘅位置，咁加上輕磅，其實都幾着數下。但我又覺得難贏噶啦呢啲馬。不過如果你話即係諗翻做腳，咁我都覺得合理啲嘅呢啲馬都。咁另外一隻就唔揀啦，次旺財。次旺財其實跑咗2次都幾近下，但係奈何即係其實都步韻都練盡晒，即係我覺得都冇話咩騎錯，但係其實即係隻馬咧都搏到盡晒啦。咁當然啦，依家都係40分，就係都冇乜點加佢分。今次又翻嚟呢個1400嘅沙田，但我見到佢之前嘅沙田賽績又唔算話太多。咁對上近啲嘅沙田1400咧，都輸成4個幾馬位。可能沙田1200係好少少，但1400嚟講咧就比較感覺咧又即係唔長唔短咁樣樣。我覺得呢隻馬似係谷草去馬多啲。而且咧，即係都有2仗即係已經都盡咗力啦。我覺得有時都係要俾啲馬咧去鬆一鬆先，然後再搏都未遲。所以今場次旺財我就放咗佢先啦。佢個半冷馬我又想試下9號嘅建策精英，呢隻馬跑咗18次，今季咧就試過跑過1次亞軍。其實大家睇下66分減到呢家得個37分，哇喪減。不過其實呢隻馬咧，佢跑1400其實都幾 OK 嘅。之前又喺上季嘅7月13號啦喺後邊殺傷你可以跑到第4。今季咧就跑咗1200，跑第1次就 OK 嘅。第2次就都有啲追勢。可能1400覺得佢嘅衝程會比較長，所以俾佢加程。上一次可能咧即係擺得太過中間啦。我話呢隻馬其實應該可以再擺後啲，有一段直路殺上嚟嘅。上一次雖然喺一啲嘅中間游嘅位置，但係都叫壓逼咁啦，就唔算話衝得太好嘅。如果你話即係聽日放喺條直路後邊有幾多追幾多，其實啲馬咧都係有機會有殺着嘅。9檔搏下佢跑一段啦，其實我呢隻有機會爆冷嘅馬嚟嘅，所以呢場主題馬我揀佢，買 win 買 pay 能腳我都會揀翻9號嘅。另外嘅半冷都唔揀啦。電信驕陽其實都係跑一啲谷草1200嘅專家，我突然間叫佢跑翻沙田1400咧，雖然係一個好嘅試驗，但係我覺得隨實主要都係攻翻呢啲谷草會比較好啲。今次我咧試下腳程先啦，如果好啲咪再諗咯。另外旋風傳奇冇揀到，上次真係影都冇轉彎已經要。即係推騎狂推啦，其實隻馬可能即係都搏咗一輪，就唔算話太好狀態。
所以都係要重新再 pick up 翻先。我覺得有啲馬可以等下先，咁啊下次再諗啦。飛王都冇揀到，上隻跑得唔錯嘅，跑呢個谷草千兒啊，又翻到嚟都係輸過嚟馬位。第一隻馬就係啦，今次14檔嘅非常之難騎，而喺沙田嘅積咧確實都唔多，沙田先死啦，第一次跑，我覺得亦都係睇下先啦，都唔急嘅呢啲。另外超步速我都對個騎師冇信心，即係潘大偉真係唔知幾時先開齋，分鐘佢最後嗰日都未必開到齋，真係唔明喎，真係都未見過咁衰嘅騎師嘅，好可能即係叫求俾一隻佢容易贏啲嘅，叫佢即係埋齋又算啦，即係分鐘即係一開齋埋齋同一場都唔出奇嘅。不過呢個騎師真係令人大失所望咁嘛，咁我都再諗下先啦。超步速就拼搏都冇揀到，上次就雖然大外檔啦，有少少嘅追勢嘅，但我又覺得未至於係有威脅性，可能要再減埋啲分。雖然呢場有機會近，但我又覺得俾阿奧爾文省多幾嘢先啦，分鐘下一仗先係真真正正去嘅。咁啊，今仗我都係先觀望。咁中意你初三搏殺做頻道朋友咧，就咁訂製訂閱我哋嘅頻道。如果對呢場有任何睇法，都下邊留言嘅。或者呢場亦都好多半冷馬啦，有機會咧，可能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咁不妨喺留言交流下都係 OK 嘅。好啊，特隻鬼馬唔係支持就做一本基礎呢個嘅簡易攻略啊，咁又喺呢個網站咧可以去聽嚟。咁呢個係一個線上課程，入邊一條行上嚟即係高息同埋啲3D 嘅數據，咁令到你買馬更加之快捷方便。咁我亦都可以套用喺呢個固定彩池又好，變化彩池，甚至海外彩池。另外有啲嘅實戰咧去教大家點樣呢條簡易制式嘅，所以有興趣嘅朋友有咗我哋嘅網站咧去報名參加。好啦，咁事不宜遲啦，當聽日騎師王同練馬師王。好，咁聽日咧騎師王咧，其實理論上潘頓就獨大嘅，第一個唔係好明點解會咁冷，就係希威森間睇有75倍，喂，聽日有2隻都係唔錯嘅，咩旺旺家駒啊、智勝神駒呢啲，其實都有啲機會攻堅嘅。咁你話我超百勝有咩環球英雄或者龍城精將呢啲分鐘聽日落飛可能唔出奇，即係聽日先見真章同你玩。佢又有2隻熱門喺手，竟然加緊75倍，完全俾人睇衰。我又覺得大家可以有下諗計㗎，75倍嘅衛生。大家可以亦都買啲 pace 過關，分鐘都有啲肉食。大家自己諗下啦。好，咁另外去到練馬師王，聽日咧我有幾中意韋達嘅。當然啦，智旺財啱啱就唔係話睇得起，但係後邊一啲嘅烈焰光芒或者超百勝或者龍城精將等等咧，其實都有啲爆冷嘅機會。聽日16倍，可能聽日咧至高深，大家都係唔係話睇得太透嘅，當呢啲馬都16倍，其實即係簡單嚟講有啲暗飛啦。可能幕後聽日先話俾你聽，呢堆馬全部都係可能聽日先一開閘先有殺着嘅。間睇唔出啫，可能聽日先睇得出。16倍，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試。好，咁聽日嘅分析就咁多啦。咁祝各位聽日贏多啲，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